哇！呢邊已經好快啦 ，Sarah 9號嘅參賽建議已經上到一半㗎咯喎。我呢邊咧就已經上到咧3分包嘅區域啦，大家咧都爬得好快 ，Jackson。大家小心啲啊，因為咧都比較跣啊，今日都落過幾場雨嚟㗎，大家注意安全啊！好啦，呢邊咧我已經有3至4個嘅選手咧已經去到塔頂啦，開始搶9分包啦 ，Jackson。冇錯，我呢邊亦都大部分已經上晒去9分包嗰度搶緊包啦，係咁。嗱，大家慢慢嚟啊，仲有大把時間嘅。喺2分鐘嘅時候，我哋會同大家講㗎。記得啊！攞完啲包咧要好好放入自己嘅袋啊！冇錯啊，大家小心啲，因為都好多包跌緊落地下㗎而家。係啦，見到佢哋咧已經不停咧喺前面咧攞緊自己前面嘅9分包啦，差唔多咧前面9分包都攞晒啦，咁佢哋咧就伸手向左右兩邊繼續喺度進攻咯喎。冇錯，呢邊亦都係一樣嘅 Sarah， 我哋已經攞晒自己正。好啦，各位記住留意啦，而家仲有2分鐘嘅時間，仲有2分鐘啊！2分鐘咋？哇！呢邊9分包差唔多冇晒咁滯咯喎 ，Jackson 你嗰邊咧？我呢邊都差唔多7、7、8、8啦，大家開始慢慢落緊嚟啦。係咯喎，如果9分包咁上下咧，大家咧就可以攞3分包喎。好啦，開始啦，見到呢邊啲健兒咧就開始落緊嚟啦，離開咗9分包嗰邊啦。Sarah 你嗰邊咧？哇！見到佢哋啲包咧已經開始咧裝滿咗大半個咯喎。小心啲啊！呢邊大家有少少線啊落嚟嘅時候，大家小心啲，安全最緊要啊！係啦，大家咧9分包就好明顯，已經我呢邊咧就已經全部搶晒㗎啦。咁佢哋而家進軍呢個3分包咯喎。其實3分包咧都盡量攞多啲啊，握實自己嘅袋喎。冇錯，我呢邊咧大家都搶緊3分包，亦都有人落緊嚟啦。好，得翻1分鐘。仲有1分鐘嘅時間啊！1分鐘嘅時間，大家慢慢開始落嚟啦。好，唔緊要嘅，盡量爭取翻時間嚇，最緊要注意自己嘅安全。冇錯。係啦。其實你哋大部分嘅包已經袋住好多嘅包㗎啦。係啦，大家睇住時間嚇。慢慢嚟，慢慢嚟，仲有時間嘅。小心啲啊！係。好，30秒，29、28、27、26、25、24、23、22、21、20、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夠鐘。